异族之主弑杀了，使得整个星系都掌握在天恒的统治之中。直到12万年前，上轩率领神域勇士讨伐异族之主天恒。 那一战历经300年，终于将异族及其族长天恒封印在另一个空间位内。随着当年封印勇士的相继去世，上轩在神域中开始寻找拥有火、木、山、水、雷、风之力的接班人，而他们便是掌管木之力的幽河、山川与黑暗之力的地狱、水之力的化成。 雷之力的皓月，以及掌管火之力的我，只可惜，掌管风之力的人一直未能出现。上轩集我们6人之力，守护着神域1万年的和平。掌管风之力的人仍旧未出现，异族 仍旧有可能破此结界。那我们要如何去寻找这拥有风之力的人呢？根据先民的指示，这位拥有风之力的人可预知未来。在他出生前，神域的所有花草皆会逆势开放。 大胆异族，敢犯我结界！上轩，你此来，可是为了异族封印之事？ 你已经知道了。我已经感应到封印的松动了。那结界只能压制异族10万年。如今10万年之期将至，天恒对神域的总攻，应该就在近日。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？等待风之神的降世。万一在天恒发动战争之前， 风之神还没有出现，那怎么办？那我们便只能竭力一战。孩子们，12万年前，我们与神族一战，痛失家园，被他们关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，永无自由。如今，祭台已成，我们要把原本属于我们的家园夺回来。那里有广袤的土地，充裕的粮食。 有盛开的鲜花，有清澈的河水。孩子们，拿起你们手中的武器，告诉你们的敌人，他们或许可以夺走我们的生命，却不能夺走我们对家园的执着。为家园而战，为信念而战，为自由而战。 为自由而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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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阵！你们都来了。风之神出现了。众天留下，继续守护结界。地云、华称、皓月、雍恒，你们速去迎接风之神。彩虹尽头，便是风之神降临之地。是。是。原来风之神就在这里啊，只是不知道他是男是女啊。别着急，很快便会知道。先去杀了风神，这结界便困不住我一族了。小小火王，你想拦住我？异族？难道封印已破？快，拦住他们！让我来。
少轩，快去保护封神！是。异形兽，速去消灭风之神！皓月，小心！布阵，绝不能让异形兽破坏封神降世。 糟了，异形兽往封神那儿去了。封神快降世了，绝不能让异形兽破坏。 少轩，少轩，小轩，没事吧？小轩，没事，去看一下封神如何。小轩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
他受伤了，快带他回神殿。仲天，你知不知道，我们等封神等了多久？你的好你，幽河，你够了。仲天也并非故意而为之，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灵力会在那时失控。况且，你觉得单凭我们，能够挡住一族6将刺杀封神吗？那又怎么样？封神还不是照样受伤了？封神怎么样了？上轩和帝云怎么说的？上轩和帝云已经用灵力护住了封神的性命，只可惜他的眼睛，恐怕这一生都无法视物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帝云他不是有治愈力的山神吗？上轩他不是众神之主吗？难道他们也没有办法吗？我们七神生来相生相克。帝云虽然拥有治愈之力，但却唯有火之灵力带来的伤，无法愈合。仲天，仲天，不可胡来！天恒逃窜，下落不明。你若是再出事，天恒若来袭，谁来抵挡？这封神之事只是一个意外。这不是个意外。若非他修为不够，控制不好自己的灵力，又怎么会让封神受伤啊？幽河，够了！仲天，上轩说了，你若想对封神之事进行弥补，你就要勤加修炼，学会控制好自己的火之灵力，如此，你才能保护好他。做他的眼睛。好，我仲天在此立誓，生生世世保护封神，当他的眼睛，直到我生命枯竭的那一刻。诸位，新的封神尚处幼年，暂无性别。上轩已为他推算了名字，千妹。上轩说，希望这个名字能够保佑封神健康成长。眼下上轩已用我们七神之血将异族封印，只可惜天恒遁逃，只怕早晚都会卷土重来。经历过此劫，我们更加应该彼此守望相助才对。仲天，上轩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你是来看千妹的吧？上轩，以目前千妹的情况，恐怕不是只有伤到眼睛这么简单，她的身体也受到了伤害，只是你选择不跟大家说而已。你先起来。不让你们知道，是怕引起更大的不安与恐慌。所以你打算隐瞒大家，靠一己之力替他疗伤？你是众神之主，而且在天恒一战之中，你已受了重伤，不能再消耗自己的灵力了。既然是我犯下的错，就应该由我来承担。你当真想好了？就告诉我该怎么做吧。
以心助境，护他成长。只是，倘若你这么做了，那往后他所承受的伤，你也要跟他一起承受。这只是我所知道的，还有我无法预知的影响。也许你们会纠缠生生世世。这本来就是我应该承担的。千梅，你的生生世世就由我来守护吧。我感受到众天的灵力正在愈发强大，只要一靠近它，便能感受到一股巨大的灵力在游走。我真担心他会承受不住。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必经的劫难，也许千妹这件事情就是众天必经的劫难吧。看他如何渡劫了。上轩说过，众天和千妹注定烽火交织，纠缠不休。对了，我最近一直在查天恒的下落，可他却如同消失了一般，没有半点踪迹。可越是这样，我心中越是不安。听说千妹，她的预知能力已经修炼得差不多了，或许我们可以尝试让千妹预测一次。不妥。如今千妹尚未成年，且是带伤之身，上轩不分日夜地给她疗养。此时，千妹还不宜动用真力。也是。今日千妹成年，她终于可以选择自己的性别，也不知道她会如何选择。七神之中，仅有我这么一位女子，我倒希望能多个妹妹。不管是男子还是女子，只要是能守护神域的封神便好。我也希望是个妹妹，我们神殿里再添一名女子也好。我也是。中天，你怎么看？都可以。
前辈要出来了。千妹见过诸神。太好了，我们又多了个妹妹。千妹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正式入主神域，成为神域的封神。谢谢上轩哥哥。千妹，这是我从银河系的一个星球求来的鸢尾花的种子，往后你在神域也可以种植了。我原本就想，你应该是个妹妹，所以这份礼物还算恰当。优和哥哥对我最好了。千妹，中天，你的礼物呢？我没准备礼物。什么？你没有准备？你明明知道今天是千妹的成人礼，大家都准备了，偏偏你没有，你什么意思？没事没事，没有规定成人礼必须要送礼物的。中天哥哥每日看守结界，守护神域，已经很不易了。对，有没有礼物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七神团结一心，共同守护神域。中天，你佑和，算了吧。谁？谁在这里啊？原来你便是生下来就瞎了眼睛的封神呐！真是难得，万年孕育，竟然是个瞎子。听说你有预知的能力，那你预知一下，我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竟敢来我封神殿撒野！天恒，我一直在找你，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
权之上了。今日不与你们纠缠，但我一定会夺回神域。你受伤了？我没事。中天哥哥，你刚才一直在这里吗？我先走了。中天哥哥。 少轩，少轩，仲天，你来了。天河刚刚闯入了封神殿，千妹没事吧？可惜没能抓住他。 我们在明，他在暗，万事还是得小心提防着他。少轩，为何我的灵力变得越来越强大？而且今天，我又伤到了千妹。千妹受伤了，那你是不是也受伤？你看。 这或许是你日夜修习所致吧？是吗？若无旁事，我去看守结界了。去吧。仲天，我大限将至，神域。 要靠你来守护。你呀，就好好休息，什么也别想，什么也不许做。佑和，你一会儿好好看着千妹。 都是那个仲天的错。他明明知道控制不好自己的火王之力，还贸然行事；他明明知道自己的能力有可能伤到千妹，还一意孤行。现在可倒好了，把千妹伤成了这样。佑和，你别胡说。我说错了吗？佑和哥哥，真的不是仲天哥哥的错，都是我不好。要不是我看不见的话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天恒来了呢？ 千妹，你总是替他说话。要是我在的话，绝不会让你受任何的伤害。当时情况一定很紧急，如果不是仲天及时赶到的话，你认为千妹还能在这里跟我们说话吗？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。他身为火王，除了伤害同伴，还做了些什么？那你呢？你为什么不提前感应到，提前过来救千妹？我不是已经到了吗？你是到了，可若等你来，千妹只怕早就被天恒掳走了吧？你什么你？ 有问题吗？佑和哥哥，皓月哥哥，你们别吵了。看在千妹的份上，我懒得跟你计较。你可以跟我计较，我们打一架，我一雷劈死你！你找死你！住手！都给我闭嘴！我受伤，真的不怪任何人。 都是我自己要逞能，想要封住火势，帮助仲天哥哥，没想到反而伤了自己。好了，千妹现在需要好好休息，你们两个要打出去打，别在这儿争强斗狠的。千妹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情的话，随时叫我。嗯，好的，谢谢佑和哥哥。
华城姐姐，中天哥哥，他没事吧？你放心吧，他没事。华城姐姐，你有空的时候，能不能帮我去看看他，看看他是不是受伤了？你呀，自己受伤了还惦记着他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。真的不是中天哥哥的错，华城姐姐，你相信我，我身为四风之神，拥有让万物再生的力量，我只要多休息几日就能复原的，你放心吧。但是中天哥哥他不同，他平日里寡言少语的，内心一定会自责难过。你帮我去劝劝他好不好？我很担心他。千妹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其实就是仲天让我们来照顾你的。你受伤了，他不知道该怎么照顾你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，所以就让我们来陪着你了。真的吗？嗯。所以仲天哥哥一直在暗中保护着我，在我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他永远是第一个赶到的，对吗？千妹，你对仲天似乎格外关心。从小我就能感觉到，每天夜里都会有个人以灵力助我修行。虽然我看不见，但是我可以感觉到，那就是火之灵。千妹，告诉我，你对仲天是不是已心生爱慕之情？烽火相知，我只是担心仲天哥哥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好啦，你不用紧张，我就只是问问而已。你快躺下休息吧，我去看看你的仲天哥哥。千梅，对不起，不是我不愿意靠近你，而是害怕伤害你。这上万年来，怎么也没见你送我个礼物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是千妹让我来看你的，她担心你是否受伤了。我没事。当真没事？那你为何不将手中的金簪送给千妹？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要送给她。是吗？是你原本没打算送给她，还是当你看到千妹性别的那一刻，临时改变了主意？我完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鲛人族在成人礼时，可根据自己的心愿选择性别，而她却偏偏选择了女子的身份。那是因为千妹早就知道，这些年一直守护在她身边，以心助境，帮助她恢复神体的人是你。不，身为守护神域的神，应当以天下为己任。七神各司其职，但火与风的力量注定无法相互接近。一旦接近了，就会产生毁灭之力。就像今日，我俩原本要联手，但我却误杀了他。我之所以没有送他礼物，是因为那是我们不该企及的距离。我既然无法好好保护他，就应该远离他。仲天，你错了。千妹从小目不识物，可是这些年，你可曾听到她有过半句怨言？她的坚韧，非常人可以想象。风助火势，可毁天灭地，但也可和风裹火，温暖万物。你大可不必这么封闭自己，拒人于千里之外啊！不，华城，你想错了。身为守护神域的神，不该有的私心烦念，就不能有。可惜神也是人，是人就会有感情。不管我们承不承认，他来了，谁也躲不掉。
尚轩，华成，这么晚了，为何还不回殿安寝？自从天河一战后，我便一直见你神色倦怠，我担心你啊。我没事，我只是担心异族之事而已。毕竟，天恒还未找到。当真只是异族一事吗？是。尚轩，华成，放手。过了这么多年，难道你还看不到我对你的心意吗？看不到，也不能看到。为什么，尚轩？这数万年来，我们7人相依为命，只为守护整个神域。为了整个神域，我愿意随时牺牲自己的性命。可是，为了神域，难道我们就不该有7情6欲吗？我从未这样要求过大家。那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？华成，从我诞生的那一刻起，便只为守护神域而存在。我没有资格去爱一个人，我唯一的挚爱，便是整个神域。我身为众神之主，若心有偏颇，将会给神域带来劫难。华成，放下我吧。尚轩，我多想走进你的心。神域的事，还有我们大家，你不该一个人。中天，小心中天，他会带来毁灭的。谁？是谁？是谁？为何刚刚我听到警告声，提到了中天哥哥？难道是中天哥哥有难？毁灭？是谁会毁灭？谁？是谁啊？回答我！
天哥哥，是你吗？仲天哥哥，你在这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是你。我已经感受到你的火王之灵了。仲天哥哥，你出来啊！仲天哥哥，仲天哥哥，哎，仲天哥哥，真的是你？你身上有伤，别到处乱跑。仲天哥哥，这簪子是你送给我的吗？我捡到的，反正我用不上，你就拿去吧。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仲天哥哥，你能来看我，我真的好高兴啊！我知道，虽然你表面上看起来很冰冷，好像拒人于千里之外，但是你的内心其实是很热我们每个同伴的，对吗？我明白，你不是一个冷漠的人，我能感受到的。随你。仲天哥哥，你送我的礼物，我很喜欢。虽然我看不见，但是我能感受到这簪子中火王的力量。我知道，这一定是仲天哥哥亲手用火之灵力打造的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仲天哥哥，你能帮我带上它吗？仲天哥哥，仲天哥哥，仲天哥哥，你明明对我很关心，却为何又对我如此冷漠呢？诸位同伴，结界的封印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已经越来越弱了。天恒在逃，异族对神域虎视眈眈，情况不容乐观。我身为众神之主，需要你们的力量，助我彻底封印结界。上轩，有何吩咐？尽管说来便是。没错，保护神域是我们的天职。好，眼下我需要休眠一段时间，去感悟虚无的力量。待来日出关，我就能悟出永久封印结界的办法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神域免于战争，永保和平。我愿为护法，守护在你的身边。我也愿意，我愿跟随。少轩，有一事我还有一些疑虑。你说，你闭关时间若短，尚可；但若时间一长，我怕天恒会伺机发动战争。唉，你的顾虑也是我的顾虑，这也是我迟迟不愿做这个决定的原因。所以，我需要你们6位齐心协力，不分昼夜，轮流值守结界，以防天恒突袭。你放心，我们绝不会让天恒有机可乘。没错，就算他们来了，也让他们有来无回。我们6神轮手，没有问题。只是千妹，她伤势未愈，又无战力，不如我们其余5神轮流值守便好。没关系的，我可以的。轮守结界关系重大，绝非儿戏。你去又能做什么？没错，这次我倒是同意仲天的意见。千妹确实不适合轮守，千妹，你就留下来帮我们预测就好了。不行，身为7神之一，我绝不能在关键的时刻逃避责任。你，千妹也是7神之一，也是我们的重要伙伴。我相信千妹能够担负起守护的职责。是。好，那便这么定了。希望各位齐心协力，保护神域。是。
帝云，你随我来。中天哥哥，你是真的认为我会拖累大家吗？没错。中天哥哥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千梅，千万别理他，他就是这个臭脾气，又自私又冷漠。游和哥哥，我想，中天哥哥，他肯定不是故意的，他肯定是为了我好。哎，千妹，喂，游和，千妹都能懂的道理，你不懂，你懂吗？懒得理你。千妹，这是优和最近研究花木新研制出来的茶，味道不错。好。的确不错。帝云，你坐，我有要事跟你商量。尚轩，你为何如此虚弱？我没事。如果你真的没事，为什么要闭关？为了封印天行。难道以我们七神的力量，都不足以封印一族吗？天衡始终是个隐患，我的预感越来越强了。帝云，你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万一我……不会有万一。我信奉的神之主，只有你尚轩。如果你不在了，神域对我来说便不再重要。帝云，我们终将会有消散的那一天。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在了，你要担负起守护神域的责任。尚轩，如果你不想让这个神域万劫不复，你最好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，更别想着拿自己的生命去拯救神域，因为如果没有你，我一定会毁了它。帝云，神域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要你替我照看着，别让我的子民受伤。答应我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会照看好的。不过，你也得答应我，永远不要离开我们。暂时的分离，是为了更好的相聚。还有，华城最近的水之力有点虚弱，你修炼之余要照看好他。其实，我感觉华城对你有情。你想多了。神域最近隐忧不断，这些儿女私情以后就不要再提了。神域和诸神就交给你了，别让我失望。
大战在即，你还好吗？我还好。你怎么了？冥冥当中，我总觉得我们要分开了。皓月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啊？你不要动，让我抱一会儿好吗？就一会儿。皓月，你别这样。数万年了，我一直爱着你，默默地看着你。你开心，我也开心；你难过，我心如刀割。可是，一直以来，我都将你视作我的朋友，我的伙伴。我明白，这并不是男女之情，而且我的心里其实一直有一个人。但那个人并不是你。那个人是仲天吧？不，不是仲天。真的对不起，皓月，对不起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我爱你，这是我的心意，我不会强求你回应我。仲天，躲在一边看笑话，有意思吗？刚才的话，你都听到了。听到了。难道你就没有什么想要问我的？没有。你的心意，在你心里的那个人，你当然有权利把它藏在心里。等到你自己想要说出来时，你自然会说出来。谢谢你，仲天。你来这儿所谓何事？我想再跟你要一些寒冰。可如今千妹已经顺利成年，你已无需再耗费自己的元神来供养她。仲天，不要再这样苛责自己了。事实上，这些年的修炼，我的力量已经强大到可以保存自己的元神。但眼下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很不稳定。我明白了。仲天，你如何看待即将与异族展开的大战？你对取胜是否有信心？我是绝对不会让他们毁掉神域的。即使同归于尽，也在所不惜。千美，对不起，我以为那样便可以避免伤害你，但没想到，也许我才是导致神域毁灭的罪人。
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便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才不敢靠近千美，怕伤害她。你不是一直在修炼，控制自己的力量吗？那后来如何了？后来基本上能够控制自如，但我离千美却是越来越远了。你方才说，这一切都是由你而起，那神域险些毁灭，也跟你有关系。今日天气不冷，也没有风，想必一定是漫天星辰吧。什么人？是我，仲天。仲天哥哥。都这么晚了，你为何还来结界处？异族冲击封印，应该就在近日，所以才会来看看你，需不需要帮忙？哦，对了，仲天哥哥，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要告诉你。上一次我在占卜中，在风中感受到了毁灭的力量，我看见你跟众神在与异族对战。而且我还看到了你满身的鲜血，仲天哥哥，你答应我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你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！我答应你。真的吗？你答应我了？你所愿的，便是我想做的。千美，我送你的簪子，可有放在身上吗？当然在了。我来亲手为你戴上吧。仲天哥哥，好看吗？这个神域中，唯有你才配得上这个簪子，真好看。千美，仲天哥哥，别动。神域的结界愈加不稳，我研究了许久，才发现，此前你尚未成年，所以上轩只有你的血做引。但如今，你已经成年了，或许你可以用你的封神之力，加固封印。是吗？我真的可以做到吗？千美，你要相信你自己，大胆释放出你的力量吧。用你的封神之力，拯救整个神域。
是谁？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小千妹啊，你真是太好骗了吧！我果然猜的没错，你当真对仲天早已生情，便放下戒心。早知如此，我何必在神域潜伏那么长时间？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千妹，你可能不知道吧，在你出生那一日，就是仲天，他用火之灵力把你弄瞎了。你胡说！仲天哥哥怎么可能伤害我呢？从小到大都是他日夜陪伴着我。你胡说！那是因为他心存愧疚，所以才一心铸剑供养你。仔细回想一下，他平日是如何待你的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！你休想骗我！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对你吗？因为他早就看破了你的心思，冷漠你，远离你。因为自始至终，他都不会选择一个瞎子。不是这样的，你骗我！我不相信！我不相信！小千妹，将你的封神之力全部都释放出来吧！小千妹，我不但不会杀了你，为了感谢你的帮助，我还会帮你把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都一一处死。皓月化成幽河仲天，梦神竭尽全力，放手一搏，为上轩争取时间。
永和，永和！永和，永和，不要管我，保护好神域，还有保护好姐妹。永和，永和！小心！华城，华城！别管我，守护住神域，为上学争取时间。快去！华城，好。原来我所预知的一切，都是我一手造成的。华城、皓月、永和、地狱、中天哥哥，原来我才是毁灭神域的罪人。
前辈，中天哥哥，对不起，我几乎毁灭了一切。不，与你无关。都是我的错。前辈，你听我说，如今神域危难，我必须要回去保护神域。你答应我，你留在此地，别乱跑，直到我回来，好吗？异族入侵，整个神域陷入战火。要不是我，异族早就处心积虑想要攻打神域，众神之死都是为了保护神域。中天哥哥，你不用再安慰我。我是七神中最渺小、最微不足道的存在，而我明明亲眼看到了这一切，却亲手铸成了他的发誓。前辈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把你的眼睛灼伤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不敢跟你说这个秘密，因为我害怕，我害怕你会怨我、恨我。中天哥哥，你欠我的，其实早就还清了。若不是你用元神来供养我恐怕根本活不到今日。虽然我的眼睛是因你而盲，可是我这条命亦是你给的。这万年的朝夕相伴，用我的一双眼睛来换。中天哥哥，我觉得值了。但若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被天恒所骗。不，中天哥哥，是我太在乎你，所以才会被天恒挑拨。中天哥哥，千妹爱你，所以才会选择女子的身份，也是为了能够跟你相守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你做的选择我全部都知道，是我错过了。你答应我，你要好好的活下去，在这里等我，好吗？中天哥哥，虽然我很不想离开你，但是我知道不可能。神域是我们的使命，是我们的责任。如果我可以来拯救神域，我愿意把自己化作微风，来抚平这里的每一道伤痕。千妹，中天哥哥，你快去战斗吧，神域需要你，我会在这里等你，直到你回来。好，等我。中天哥哥，今日能够知晓你的心意，千妹。
而无憾。中天哥哥，我没什么可以回报你的，唯一能够助你一臂之力的，恐怕也只有这残存的神力。中天哥哥，你一定要保重，一定要好好的。千妹走了，忘了我吧。中天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再陪伴你了。愿我的每一道微风，吹散我们心中一切痛苦的记忆。千妹，千妹！千妹！千妹，天哥哥，能死在你的怀中，我此生无憾。愿来生我们还能再相见，愿我们之间只有爱，没有恨。中天哥哥，愿你带着我的爱，好好的活下去。中天哥哥，中天哥哥，永别了。风断了，落了花一般的寂寞，火烧了，灭了灯，心冰冷如昨。姐妹，缘分分合，谁对谁有错？而你早已经将我记忆踏破。风断了，乱了花一般的寂寞。姐妹，火烧了，灭了灯，姐妹，在没有你的世界，你让我为何而战？分合，谁对谁有错？而你早已经将我记忆踏破。中天，我来晚了。尚轩，千妹呢？天恒已经撤退，整个神域的能量因为战乱也已消耗殆尽，生机已断，神域濒临毁灭。但是，在遥远的太阳系，有一颗蓝色的星球，与神域的结构十分相似。中天，我要你担负起拯救神域的希望，去那儿寻找新的能量，拯救神域。我要留在这里，我哪儿也不去。
为了保护神域，我们的同伴已化成碎片，散落在宇宙的各个角落。我现在的力量还不能将他们复活，但我不能辜负他们对我的信任。我将用我所有的能量来冻结整个神域，以缓解神域毁灭的速度。不，尚轩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！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。为了整个神域，为了我们的家园，我们一定还有其他的办法。仲天，记住，你是火王，火代表着希望和重生。去吧，我会等你回来。仲天，去吧，为了神域，去寻找新的生命和能量。仲天，时间不多了，你要记住。你是火王，必在火焰中涅槃重生。征战！这就是我的故事。这还是我来到地球之后第一次向人说起。其实，我挺羡慕千妹的，因为无论结果如何，你都陪了她千年万年，所以你不必太过自责。能够拥有你的爱，千妹在离开的时候，她应该是幸福的。那如果你无法尽快找到替代能量的方法，接下来神域会怎么样？那么神域将会永远消失在这个星系里，融进无尽的黑暗中，再也找寻不到它的踪迹了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你来到地球，接近岩镜，接近我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拯救神域，拯救千妹，对吗？故事不错，为了得到岩镜，还真是难为你了。对不起。难道我今日到这儿来，就是为了来听你这句对不起吗？所以我才决定对你坦诚相言，因为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中天，时辰已经到了，咱们该启程了。什么意思？你又要离开吗？既然事情已经交代清楚了，我也应该离开皇城。今日约姑娘前来，除了道歉，更是为了要道别。感谢姑娘这些日子的照顾。日后若是相见，我必定会报答你。我不稀罕你的报答。封建姑娘，后会有期。凤剑，等一下，凤剑，凤剑，我这次啊，多谢你提点帮忙，我终于如愿以偿，跟太子同登高台，共赏山河，我一定要好好的谢谢你。哎，你知道吗？
我今晚啊，对太子的表白，估计全皇城的人都听见了。2日后，再也没有人敢跟我争太子了。凤剑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哭了？这样吧，如若你真喜欢太子，日后让你做个太子侧妃也不是不可以。洛姐，我好羡慕你。我要是能有你一半的勇气，我就应该拦住他，告诉他我喜欢他。洛姐，你一定要好好的，千万别放手，别像我这样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。凤剑，你到底怎么了呀？凤剑，你别吓我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是谁？你告诉我，我收拾他去。不怪任何人，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咎由自取。什么神谕，什么千美，为了拒绝我，至于编出这么一个故事吗？